说这个主角的精神甲温和来带因老爸来回答，咱嘛看到伊的顺服啦吼。就是讲当时有足侪人毋知影主耶稣讲的话啦，嘛未明白啦。但是主耶稣共款啦，伫因未明白伫因安尼要勉强主耶稣甲面倒转的时阵，伊共款就含爸母转去到拿撒勒吼。可见伫迄个时代吼，有真侪人的人脉啦、甲知识啦，无一定对着少年人吼。那就咱今仔日属灵的经历顶头嘛是共款。有经验的人，你就袂使讲迄个无经验的就一定较老。慢慢起骄傲的心，当然袂使安尼啦吼。所以主要说这个顺服的心，嘛会当互咱学习到讲，要安怎互相尊重，要安怎看重这个真理的这个心智吼，而且学习彼此接纳甲顺服，会当同心合意，来各善其职吼。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美娘，来到耶稣遮的人，心灵的确袂夭饿。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干。请收听活命美娘。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喜乐，欢迎咱继续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咱伫活命美娘的单元，要继续来介绍新约圣经的概论，要来讲第3卷这个路加福音。路加是一个医生一般圣经安尼记载讲伊毋是犹太人吼伊是伫帖罗亚的时阵和保罗来同工吼所以医生的角度吼。伊所看见的真侪部分是主耶稣安尼有血有肉体，有目屎，有情感所以对这个路加来讲伊会通看到主耶稣的好将来跟对耶稣来传这个天国的福音互人会当进入神的面前这真正是好得无当比的所以咱若参考这个新约圣经尤其是路加福音内底，咱通知影讲，主耶稣伊的出现是应许，而且是神的旨意，所以是一位更美更加水的救主会通救咱的灵魂，要搁互咱圣洁无瑕疵。希伯来书第7章的26节就有讲讲像这款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会当通达诸天的大祭司，对咱来讲是有帮助的，是合宜的。咱会通来相信来将主耶稣当做咱真正的倚靠甲帮助，互咱伫生活顶面嘛有一个更美的人生啦所以路加福音这本册咱读了，咱就通知伫主耶稣传福音的时阵会使讲是安尼，要互众人来认捌伊是唯一的救主，来相信耶稣。对这个灵内底的体验甲对真实的这个实在甲体会主所教导的代志，咱拢会通知影拢是真正显明神本身的义就是好的部分，正确的这个标准。伫这个重要的教示内底甲这个福音书差不多有同款一个特色就是咧讲到耶稣的行传就是足侪主耶稣传福音的时阵的事迹啦、教训啦，拢会通互相来印证来对照来补充啦为着无重复啦所以会使讲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主题就是咱都有讲过更加水的这个救主差不多有几项咱来参考就是讲。第一项伊是望人甲神拢喜悦的主伫路加内底特别有记录主耶稣伫12岁的时阵，伊就照犹太人的规矩来正做律法之主啦伊就开始来遵守这个律法中间的教示这个规条，当然这拢是父母所教育带来。一般来讲，犹太人因的这个宗教的教育就是儿女亲子的观念
会使讲是差不多全世界一等的上好的。所以教育儿女毋是干那用家己的意思就是因为敬拜天顶的真神所以对神的尊重，同款嘛对人的这个看重啦。所以主要说肉身的老爸这个约瑟甲伊生身的这个母亲圣灵怀孕的这个玛利亚因伫耶稣12岁的时阵，带伊带来到耶路撒冷要来过这个逾越节。按照这个规矩犹太人伫新年的时阵有3摆爱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守节当然人潮足济啦大家拢会客。这个时阵咱知影，主耶稣伊出世的时阵无啥物家营美容，无啥物安尼特别突出的所在那就讲选伫马槽内底看起来是安尼真正卑微像红影呢袂当做啥物都安尼软弱而且出世的时阵用布安尼喙布安尼甲包掉咧咱就真困苦安尼这就主要说留咧互咱就是讲伊伫咱这个生活生命内底会使讲是安尼极平凡的啦所以高贵的人会当信耶稣，平凡的人会当信耶稣所以伫这期中间，无论是正啦是大啦其实拢真无简单但是为着守满这个节期这个犹太人的爸母包括主耶稣的养爸伊的这个妈妈生伊的妈妈这玛利亚同款就是安尼。路加第2章内底特别有讲到主耶稣伊这个过节了后，大家拢往回走，拢转去但是主耶稣依然留伫圣殿内底伫这个教法书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可见伊对天顶神所讲的这个律法啦对这神的这个真理这个爱慕会使讲是安尼流连忘返啦所以众人稀奇伊的聪明甲伊的应对。10几岁了当然伊是出世要来拯救世间人的自细汉到大汉，相信咱虽然无伫身边，但是迄种真突出的让人领受的这种智慧啦，甲伊迄种真干净的内在甲真要救人的这个意志咱拢会使看到真好的一个这种精神意志啦所以伫守节的过程内底有足济学习而且伊嘛有安尼自觉的精神，因为伊伫圣殿伫教法书的面前一面听一面问，时间有较长啦爸母来找到伊的时阵有带着一寡安尼责备的口气比如讲这约瑟伊就讲我儿为什么向阮行这个事呢？意思就是讲你男遮阮拢毋知影，无来相找使有点紧张，因为人下客济嘛，惊伊冲线走失去当然就足歹找，甲咱即嘛无共款但主要所拢无生气伊却安尼真温和回答讲，敢毋知我应当以爸事为念吗？哇，这咱心内就冲突呢约瑟是伊的老爸，伊才会讲我当以爸事为念呢这个讲天顶神啦所以这个圣经内底甲咱讲耶稣基督降生真做神的独生囝将来无人看见神但是都伫这个神这个怀抱内底耶稣基督会当表明出来所以主要说会使讲是独一无二的是神要留予咱的这种的这个圣灵的这个工作有的人无法度相信你无法度相信嘛，无法度你无法度相信，咱嘛无在条理但是事实这拢总是存在的，而且伫约翰福音14章，主要所讲，伊若离开定十字架了后，要将圣灵收赐予咱，称作保惠师就劝慰师，而且是要来帮助的所以真耶稣教的信徒，足济拢领受圣灵咱就会当对照圣经所讲的。所以主要说这个自觉的精神甲温和来带因老爸来回答，咱嘛看到伊的顺服啦就是讲，当时有足济人毋知影主要所讲的话，袂明白啦。但是主要所共款伫因袂明白伫因安尼要勉强主要所甲面倒转的时阵，伊共款就含爸母转去到拿撒勒可见伫迄个时代有真济人的人脉甲知识无一定对着少年人那像咱今仔日少年的经历顶头嘛是共款。有经验的人，你都袂使讲迄个无经验的就一定较老。
慢慢起骄傲的心，当然袂使安尼啦吼。所以主要说这个顺服的心，嘛会当互咱学习到讲，要安怎互相尊重，要安怎来看重这个真理的这个心智吼，而且学习彼此接纳甲顺服，会当同心合意来各善其职来尽各人的恩赐来服侍众兄弟姊妹来建设教会吼。第二点要讲的就是祈祷的主啦主要说伊本来就天顶的神啊，为着成全救恩，要互人有愿望，所以甘心来希冀就是讲谦卑家己除了脑部的形象，真做人的样式。腓立比书第2章有安尼记载讲伊虽然带了肉体伊就爱受肉体的限制，但是伊无犯罪魔鬼甲试探是无犯罪这就为咱留落真美好的这榜样啦。而且主要说时时祈祷工作的神祈祷，休困的神祈祷，去到倒位，无论到倒位，伊拢甲天顶的爸神来祈祷来领受工作的智慧甲能力。所以那路教会咪当清楚看到讲主要说透早就祈祷啦，天要光的时阵伊要到旷野，伊就退到旷野去祈祷啦足专心足用心过来规暝祈祷啦为着要竞选12个门徒伊规暝甲神沟通祈祷到了天光，伊就叫伊的门徒来中间挑选出12个啦，甲因做伙使因这个能力甲权柄陪伴家己做伙行这个天国路咧传天国福音所以更加派着迄个传福音的重大的使命啦所以规暝祈祷代表讲伊嘛用心交托，过来恳切的祈祷。咱知影路加22章内底有咧讲到克西玛尼的祈祷，克西玛尼是一个园伫这个如偌济以前主要说安尼伫用顶十字架伊安尼真艰苦真忧伤，为什么？因为毋知影地甲偌深，阴间偌黑到底死是偌痛苦，毋知既然毋知，伊就祈祷所以祈祷的时讲安尼足忧伤的痛苦到安尼肝亲像火点共款这流汗亲像火点共款，真大滴所以这个时阵主要说这个祈祷门徒袂当体会伫身边却困去主要说甲因险请讲，难道恁袂当甲我警醒骗时吗？一遍两遍三遍恁总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第三遍佫困去主要说就甲因讲我知啦恁心灵虽然愿意但是肉体是软弱的野性嘛无同款的遭遇，无同款的需求，无同款的需要，就无同款的心意啦。所以主要说的这个心意，咱会通理解，但是门徒就无法度体谅耶稣基督的心这是会晓祈祷的主。主要说伫行神的时嘛，肯定人咧比如讲这个百夫长伊有信心啦，百夫长这个厝内有一个仆人破重病啦，就大家犹太人这种中长老啦，就派一寡人去救耶稣主要说听到这寡人引证所引的话并无因为百夫长毋是犹太人就他厌弃反正都称赞俄罗伊的信心，因为肯定讲这个百夫长的仆人是值得依恃的。为什么？因为这百夫长是义人，是好人，是敬拜神的人所以主要所的竞选主要所的帮助人民无分种族阶级这个巧工，只要迄个诚心甲祈求的，的确会蒙伊会答甲肯定这第一项第二就是讲肯定迄个施洗约翰的工作啦施洗约翰当然是主要所的这个先锋那就讲伊做头前先传先讲传迄个悔改的洗礼。有一摆主要所咧谈论施洗约翰的时阵就安尼问讲恁出去究竟要看啥物啦？要看先知吗？我甲恁讲是伊比先知较大肯定这个施洗约翰啦虽然当时施洗约翰叫人落伫这个监牢内底互人产生怀疑来问耶稣讲阮对阮敬拜是伊吗？是伊传的神吗？主吗？但是主要说同款肯定伊的工课所以神是公义的袂记你人为伊所付出的一定会来奖赏，一定会来报答人所以咱心智超来就是敬拜神的，显出着咱内心的真实这种心意讲起来咱袂使灰心就安尼。希伯来书6章10节讲
咱毋通灰心啦吼，只要持着迄个爱心的心志，深信为主所做一切拢的确会蒙伊来纪念来带领吼，所以这就是肯定人的这个工作过来最后说第三项，我肯定使徒的这个情谊啦吼。所以伫最后一摆这个食儒祭的时阵，这个宴席的时阵，主耶稣就讲讲恁伫磨练中间行来跟我同在，这就是恁啦吼。所以虽然门徒中间嘛会争大小呢，讲送较大，送要倒正平，送要倒平，做左右相拢看重这，但主耶稣嘛是甲因安慰，主耶稣嘛甲因教导，互因做为生活工作带来内心的这个安慰甲鼓励肯定这使徒的这个工作啦吼。所以咱要深信今仔咱伫这个生活中间知影通拜神相信耶稣，任何环境内底咱拢袂离开，坚持咱所承认所信的。所以你只要奉主耶稣性命讲一摆，然后祈祷的内容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这哈利路亚就是希伯来原文赞美耶稣的俄罗斯的意思。所以咱就是用安尼来祈祷，毋免讲足济你我咧都头壳听伊头，手听伊手，脚听伊脚，毋免。主耶稣拢知影咱内心，咱只要甲学了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就好。若得到体验这个咱内心的迄个喜悦肯定就更较深啦主耶稣这疼爱世间人所以要互人真正去认捌体会到神所以主耶稣这个工作甲所以所表达出来对神的迄个爱拢会当互咱深深感动譬如讲这个生大太哥得到医治伊安尼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讲，主恁肯的确会当互我洁净了，主耶稣就讲我肯所以这是真大的这爱心伫安息日的时阵主入去会堂来教训人佫有一个正手高大，主足可怜这个人周边有遐文士法利赛人反对耶稣遐人主嘛知影这中间有人无怀好意但是主耶稣随时医好这个高大一只手的人因为主无愿意看到遐被病安尼甜残的人只要互这个人紧紧得到头棒咱心中的爱嘛是同款是积极的。丰盛的，而且要当随时才着祈祷祈求感谢，进入主耶稣恩典中间这是何年有福气甲恩典。佫有一摆这个第7章内底主耶稣讲到了拿因城这是足出名的一段记述。拿因原文是这个美丽的意思，但是美丽这城市嘛有悲哀的代志，为什么？因为一个少年家翘去这少年家是妈妈的独生囝。妈妈佫是官妇啦，你甲看悲哀拿因是一个真水的城市，叫美丽的城市。但是这个一个查某人死翁佫死囝怎啊变做官妇？讲起来嘛真悲哀但是无法度嘛是要安葬所以带着忧伤，这个遗葬队一个送出来的时阵，这城里的人嘛拢来陪葬呢，拢来安慰呢拄主耶稣经过看到了，看到迄个官，就甲讲毋通哭，这安慰而且伊伫这个少年家讲互伊起来，互伊平安活起来，活起来了教伊的老母我讲这种的这个真正戏剧感的这种医治我想这个做妈妈一定是感谢甲无得讲最后咱来讲这个谦卑的救主啦主要说伫这个路加福音22章7节咧讲到伊来毋是要受人的服侍啦，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为人舍命，做多人的这个赎价所以咱认捌耶稣基督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伊的面前所以主要所行新约基础伫路加福音内底所有咱看见的就是安尼爱啦实现啦怜悯啦甲要表达伊对人的迄个关怀，所以救恩就是伫主耶稣的身边一项一项安尼来完成军队，一直到尾互伊的百姓来害，而且钉十字架，而且死伫十字架顶讲起来对肉体来看是真危险，但是伫属灵顶面主耶稣一定要行这条路，因为伊若无代替咱钉十字架死伫十字架顶，咱就无救呢，咱就真正死无葬身之地
哦，所以主要说来讲到爱用谦卑啦，来敬请啦，来彼此顺服所以安尼才会当找到迄个同心合意、无分你我的人所以这就是信心增长运动爱追求的。主要说嘛，个应许的迄种信心甲能力赐予伊的温度，互伊温度嘛会当天天甲伊做伙。所以咱根据这个路加福音提出这几项，会当知影讲信耶稣，咱有敬美的生命。这位耶稣基督是敬美的主。希望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听众朋友，拢会当做伙来学习，做伙来追求这款的榜样，嘛乐意来亲近、来服侍、来过迄个丰盛美满心灵的生活，会当做伙去负责主将来要含咱做伙用餐的大恩典，就是属灵的恩赐。咱画面美牛这个单元就到这，要来完成，咱做伙来压头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天父，感谢学了你的名你带领阮，互阮袂得夭饿。你这世间无互阮做孤儿，因为你讲你无撇下阮，互阮做孤儿。既然毋是孤儿，也是刚强的人，阮会当借着主耶稣赏赐的刚强怜悯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了主来为主来做圣工。这也是路加福音所留阮一个真好的一个帮赞。阮主要说借着阮所听见的、所分享的会当伫心中加做一个力量要往信仰的前路来奔跑。真正所教的伫台湾伫要100年这100年来阮慢慢安尼一直反省，实在讲无德也无能，却会当得到主要所渐大的赏赐甲恩典愿荣耀上赞归主要所的性命。愿福气平安临到所有的听众朋友甲收听的人，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厝边隔壁节目就要来这来完成结束咯。这毋望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咱有感动，咱愿意来查考道理，欢迎咱到咱本基地，也是咱外出的时阵一定都爱去真耶稣教会哦。真耶稣教会有圣灵，有真理，有神者基督，神甲咱同在，咱会通无同款的这种体会。我想圣灵引带，要互咱得到心灵的这个更较大的这个收获。听了有啥物好的感动甲心声欢迎跟我联络哦咱来分享给其他需要的人，咱的节目会当更较公平听的人更较济造就会更较大希望拢要做咱的好朋友哦，因为耶稣基督伫咱心中，愿主来带领，互咱的节目会当伫这个改变更新的时阵更较济人来收听，听了会更较感动又更较造就，愿主甲咱祝福，大家平安。